每逢農曆新年，唔少人都會到林村參加許願節，為新一年祈福。今年嘅許願節喺大年初一至元宵節舉行，市民可以趁機參與各項具有香港本土特色嘅活動，包括係拋寶碟。九巴安排呢部咁有新年氣氛嘅馬年生肖巴士，行走63R 線，接載市民來往大埔墟鐵路站至許願樹。我哋掟得越高，個願望越好咁樣嘛，越靈咁樣嘛。咁其實要掟得高嗰個許願寶呢，其實都唔係難嘅，係有一個技巧咁樣揈上去，唔係掟。如果大家想喺新正頭搭馬年生肖巴士，搭呢兩條線都有機會㗎。根據通勝，年初一貴神喺正東方，乘客可以搭特快線299X，由沙田出發去泥涌郊遊，或者係西貢食海鮮，又可以坐諧音生發嘅38號線去黃大仙祠參拜、求籤、拜太歲、祈求順風順水。新一年想揾多啲，就一定要坐二發28號，或者係2撈9 269系列路線。想遊車河行大運，已經改為全日服務嘅373A 就啱晒你啦！馬年一定事事好運。